你有冇發現有啲朋友每次聚餐都食得好開心，甜品、宵夜照食，身形好似一直都冇乜變，但自己呢，早餐已經食得好清淡，奶茶戒咗，甜品少咗，晚飯又唔敢食飽，甚至連水果都開始驚糖分高，結果體重唔單止冇乜跌，個人仲越嚟越攰，朝早起身好似成晚冇瞓過。下午3、4點開始眼瞓，做少少嘢已經冇精神。你有冇諗過，其實呢兩件事瘦唔到同成日攰，可能係同一個原因？如果我而家同你講，真正令你好難瘦落嚟嘅，未必係因為你食得太多，甚至未必係因為你新陳代謝慢，而係你身體入面有一個器官已經忙到喘唔過氣，佢每日幫你處理食物、管理能量、分配脂肪，但你可能已經好多年冇真正照顧過佢。呢個器官就係肝臟。好多人一聽到肝就會諗到飲酒、脂肪肝，又或者驗身報告上面幾個紅字。但其實肝臟每日做緊嘅工作遠遠比你想象中重要。大家好，我係阿 moon，一位營養師。每星期我都會用廣東話同你分享一本健康或者身心靈好書，希望用十幾分鐘時間陪你理解身體、理解自己。如果你都鍾意呢類內容，訂閱我，同我一齊越聽越健康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本書，肝好代謝好就瘦了。我睇完之後最大改變唔係學到一套減肥餐單，而係重新理解點解有啲人越減越肥，點解有啲人成日冇精神，亦都終於明白原來好多減肥方法由一開始方向已經錯咗。我平日做健康資訊研究嘅時候，發現好多人都有一個共同信念，只要少食自然會瘦。所以有人早餐只飲咖啡，中午食半個飯盒，夜晚食沙律，個人日日都好似同肚餓搏鬥。但過咗一段時間，體重開始停滯，有啲人甚至一食翻多少少就反彈得更加快。如果你都有呢個經歷，唔好急住怪自己意志力差，因為作者提出一個好值得思考嘅問題。如果一部汽車嘅引擎已經塞滿積碳，你不停踩油門，部車係唔會跑得更快，佢只會越踩越辛苦。而好多人而家減肥就正正做緊同一件事，不停逼自己食少啲，不停逼自己做多啲運動，但從來冇問過一個問題：究竟我個身體有冇能力將脂肪真正燒出嚟？呢個先係關鍵。作者形容肝臟其實好似一間城市嘅能源調度中心，你每一餐食落肚嘅食物都唔會直接變成能量，而係先送去肝臟，由佢決定邊一部分即刻用，邊一部分暫時儲起變成脂肪。所以你每日食落去嘅嘢，最後去咗邊，其實好大程度係由肝臟決定。但問題嚟啦，如果呢個能源調度中心日日都收到超過自己能力範圍嘅工作量，又會發生咩事？我哋想象一下，假如每日可以處理1萬件貨，但而家日日都有3萬件貨送到，久唔久係咁，員工可以加班，久而久之，貨開始堆滿走廊，之後連入口都塞住，再有新貨送到，已經冇辦法分類。唯有是但放喺門口。作者認為，當肝臟長期處理唔切，多餘嘅脂肪慢慢積聚，然後開始塞車，越多脂肪越冇能力清走脂肪，形成一個惡性循環。因此肚腩越來越大，個人就越來越冇精神，好似身體永遠都唔夠電。其實唔係你冇能量，而係身體攞唔到本來已經儲存住嘅能量。所以你先會又肥又攰。但真正令我震撼嘅係，作者提出一個觀點，好多人以為既然肝臟太忙，咁我索性唔食咪得咯，食少啲，肝臟工作自然少啲，聽落好似好合理。但作者話事情冇咁簡單，因為肝臟唔單止需要休息，佢仲需要足夠嘅營養。
先有能力完成自己每日嘅工作。如果你一直極端節食，身體雖然少咗新能量，但同時亦都少咗肝臟需要嘅材料，結果肝臟唔單止冇恢復，反而更加冇能力燃燒脂肪。呢個就係好多人成日話我已經食得好少，點解仲瘦唔到？背後其中一個可能原因，因為減肥唔係一場忍肚餓比賽，真正要恢復嘅係你身體利用能量嘅能力。而作者接落嚟提出嘅方法，同一般減肥方法完全唔同。佢唔係叫你再忍，而係教你點樣一步一步幫肝臟重新恢復工作能力。作者會話你知，真正需要改變嘅可能唔係食物份量，而係食物質素。因為一個健康嘅肝臟唔係淨係需要少啲工作，更加需要足夠工具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有一隊清潔工要清理一棟塞滿垃圾嘅大廈，你叫佢哋加班冇問題。但如果你連掃把、垃圾袋、清潔用品都唔俾佢，佢哋可以點清？肝臟都一樣，如果冇足夠營養，就算你已經食得好少，佢都未必有能力將已經儲存落嚟嘅脂肪重新利用。所以作者第一個重點唔係叫大家戒食，而係叫大家重新建立肝臟需要嘅營養基礎。其中最重要嘅就係蛋白質。講到蛋白質，好多人第一時間只會聯想到健身人士、雞胸肉、蛋白粉、增肌。但作者提出，蛋白質唔單止同肌肉有關，對肝臟嚟講，蛋白質同樣係重要嘅工作材料，因為肝臟需要蛋白質提供嘅氨基酸，協助處理脂肪，同時支持正常代謝運作。所以如果你長期早餐得杯咖啡，午餐隨便食兩啖，夜晚又驚肥，乜都唔敢食，睇落好似控制得好成功，但其實你可能一直都冇俾肝臟足夠資源。呢個亦都係點解有啲人明明越食越少，但精神越嚟越差，頭髮開始甩，肌肉開始流失，體重停滯。因為身體唔係一部只需要燃料嘅機器，佢仲需要材料去維修自己。除咗蛋白質之外，作者仲提出另一樣好多人容易誤會嘅食物，就係碳水化合物。近十幾年，好多減肥方法都將碳水化合物變成壞人，白飯唔食，薯仔唔食，香蕉都唔敢食。但作者認為，真正重要嘅從來唔係完全唔食碳水，而係揀啱種類。書入面特別提到一種叫做抗性澱粉嘅碳水化合物，例如香蕉、豆類、薯仔等等，都可以提供抗性澱粉。呢種澱粉同一般精製澱粉唔同，佢唔會一下子好快被吸收，相反，身體只會吸收其中一部分能量，其餘部分仲可以幫助腸道入面嘅益生菌維持消化健康，同時減輕肝臟處理能量嘅壓力。我覺得呢個觀念好重要，因為好多時我有啲 client 成日將啲食物分成可以食同唔可以食，但健康從來唔係黑同白。真正要學識嘅係點樣俾身體需要嘅，同時唔好過量，呢個先係可以維持一世嘅飲食方式。書入面建議喺代謝重置期間，以蛋白質、奶昔代替部分正餐，再配合均衡晚餐同埋大量蔬菜作為小食，目的係降低肝臟每日需要處理嘅總能量，同時又確保營養充足。呢度我想提醒大家，重點唔係一定要飲蛋白奶昔，而係理解作者背後嘅思維。佢希望做到兩件事：第一，減少肝臟每日不停接收新能量；第二，唔好令身體因為缺乏營養而影響肝臟修復能力。所以你會發現，整本書不停重複同一個理念。唔係叫你捱餓，而係俾身體一個可以恢復正常運作嘅環境。不過真正令我印象最深刻，反而唔係飲食，而係作者花咗一整個章節去講睡眠。
好多人都會覺得減肥咪控制飲食，加做運動咯，瞓覺關咩事？但作者指出，夜晚當你進入深層睡眠時，肝臟並冇休息，相反，佢正忙住補充白天消耗咗嘅能量，同時繼續處理已經儲存嘅脂肪。更加重要嘅係，如果長期瞓得唔夠，壓力荷爾蒙會增加，而壓力荷爾蒙可能會影響肝臟燃燒脂肪嘅能力。所以有時你唔係減肥失敗，你只係一直冇俾身體足夠時間去修復。好多香港人每日都好忙，收工已經10點，返到屋企仲想睇電話、追劇、覆訊息，最後凌晨1、2點先瞓，第二朝7點又起身。如果日日都係咁，身體根本冇機會完成修復。作者建議盡量維持7至8小時睡眠，等肝臟有足夠時間完成每日嘅工作。而最後一個可能更加顛覆大家一直以來嘅觀念，就係運動。講到運動，我想先問大家一個問題：如果有2個人同樣想減肥，第一個每日跑步1個鐘，第二個每日只係行30分鐘路，你估邊個瘦得快？相信好多人都會揀第一個，因為我哋一直相信一件事：流汗越多，燃燒越多，減肥效果一定越好。但作者提出另一個角度，作者並唔係反對運動，相反，佢認為運動非常重要。不過問題係太多，唔一定更好。如果一個人本身代謝已經比較慢，肝臟又長期處於高負荷狀態，突然開始每日做高強度運動，身體需要處理更多能量，肝臟需要做更多工作，對某啲人嚟講反而可能增加身體負擔，而唔係幫助恢復。我覺得呢個觀點對好多香港人特別有意思，因為我見過唔少人平時完全唔做運動，一決心減肥就即刻報健身室，第一日跑5公里，第二日做 HIIT，第3日再上2堂操肌課，1個星期之後全身酸痛，2星期之後頂唔順要休息，1個月之後又打回原形。問題唔係冇決心，而係一開始就用咗一個身體根本維持唔到嘅方法。作者反而建議，如果目標係恢復代謝，不如由簡單開始，每日散步10分鐘。重點唔係一次做到幾辛苦，而係今日做到，聽日又做到，1個月後仲做到，呢個先至係真正可以維持一世嘅運動習慣。因為好多時我哋都誤會咗身體，點解我咁努力佢都唔肯瘦？點解我食咁少佢仲要取脂肪？但如果你由書入面作者嘅角度去睇，其實身體一直都好努力保護你，只係佢收到嘅信號令佢覺得而家唔適合大量消耗能量，所以佢選擇儲存。呢個並唔係身體同你作對，而係身體一直忠實執行自己嘅工作。作者喺書入面仲不斷強調一個概念：肝臟其實有好強嘅修復能力，就算曾經受到損傷，只要俾佢適當環境，仍然有能力慢慢恢復。我覺得呢個信息比任何減肥技巧都重要，因為好多人一開始就已經放棄，50、60歲就覺得冇辦法啦，新陳代謝慢咗。但作者想話俾我哋知，代謝唔係一個永遠固定嘅數字，身體一直都會回應你每日俾佢嘅環境。如果日日都加工食品，日日都瞓唔夠，日日都高壓，日日都暴飲暴食，身體自然會越來越辛苦。但如果開始慢慢改變，唔需要一下子做到滿分，而係每日比昨日好少少，身體亦都有機會慢慢回應你。我自己好鍾意一句說話：健康唔係一夜之間失去，同樣地，健康亦都唔會一夜之間得到。佢係每日、每一餐、每一晚睡眠、每一次選擇，一點一滴累積返嚟。所以如果你睇完今日呢條片，只記得一件事，
我希望唔係記住蛋白質，亦都唔係記住抗性澱粉，更加唔係記住某一種減肥方法，而係記住呢一句：你嘅身體唔需要你不停懲罰佢，佢真正需要嘅係一個可以重新恢復健康嘅機會。而肝好、代謝好就瘦了。想帶出嘅核心信息，正正就係呢一點。真正嘅改變並唔係逼身體燃燒更多脂肪，而係幫助身體重新恢復燃燒脂肪嘅能力。當能力恢復，結果自然會慢慢跟住出現。講到呢度，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我自己好深嘅體會。而家網上講健康、講減肥嘅資訊，比以前多咗好多。今日有人叫你戒糖，聽日有人叫你戒澱粉，後日又有人話要斷食18個鐘，再過幾日又有另一套全新飲食法。我哋不停追住最新方法跑，但好少停落嚟問自己一個問題：我而家做緊嘅方法，身體真係受惠，定只係追求速成效果呢？如果一個方法要你日日都忍耐，日日都對抗肚餓，日日都擔心食錯一樣嘢，你覺得自己可以維持幾耐呢？肝臟唔會因為你今日節食就突然恢復，代謝亦都唔會因為你跑咗一次步就即刻變快。真正健康嘅生活方式，應該唔係靠意志力硬撐，而係慢慢變成一種自然習慣。希望今日嘅分享唔係令你開始另一場減肥挑戰，而係令你開始用另一個角度重新理解自己嘅身體。我哋下一條影片再見。